干姐，我要离开谢谢啦。明天案件你无要管啊？你不得到真正平安，你就要离开。你个镜头板面皮拢无包落来涂骹，安怎样？你自由啊！真好吼！希望经常一定要发函给市警局，包括通联记录、监听内容，所有市警局还未消息的资料，拢好。不管资料安怎来，你拢袂记讲。咱会当看到，伊自头到尾根本就无敲电话给杨明德。后一张。你唔感觉拄则迄份通联记录有淡薄怪怪？是啊。你哪会使安尼做？什么代志拢无做，严格来讲，这是警方的问题，不是咱的问题哦。我无大人，我敢若希望我官，因我一个公道。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视台语台无做推定。